文化部逐年拢会举办这台北国际册展，今年的主题国家是泰国，主题是泰式创意生活。这泰国主题馆有50多本代表性的作品参展，包含着泰国的绘本、小说、汉笔的路等等。这泰国主题馆也讲希望未来进一步甲台湾合作。另外讲到这国际馆的部分呢，也有捷克、法国、印度等等。文化部也鼓励学生踅册展，使用文化币。桌顶有真侪无同国家的册。今年台北国际册展主题是泰国，泰国主题馆拢总有37间出版社参展，有50多本代表性的作品，包含泰国的绘本、小说、汉笔的路等等的作品，嘛有10位作家、创作者来台湾交流。泰国出版书商协会讲，希望透过这摆的展览，会当进一步和台湾合作，强化连结。 We have the most popular GL publishers come here to Taiwan to have her first introduction with the Taiwanese audience. 主办单位文化部表示，这届是第3届邀请泰国做主题国家，会透过历史、政治等等多元的类型出版品，来呈现泰式创意生活的主题，也让民众通好透过册展来了解东南亚的文学。 让读者能够从味觉、听觉还有身体到语言的部分，让我们来全方位的感受到泰国的创作的灵魂。对这个书展的重视的这个热潮跟大家的热情越来越高，所以在2026年来申请参展的家数跟展位也是破纪录的这个高哈。 台北国际册展打算伫2月初3至初8，伫世贸1馆。 除了主题馆有展览泰国的创作，目前初步的规划也有捷克馆、法国馆和印度馆等等。文化部希望邀请民众来踅册展，嘛鼓励学生使用文化币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